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天。平常時啊，大家好，聽通書做到東西麼？譬如講拿到紙好畫圖麼？你報紙看聽，你啲紙嚟做乜嘅呢？做紙飛機。特別謝 Rita 呢用咗熱蠟紙，唔係熱蠟係熱蠟紙合盤嘅哦，嚟做紙油啊，我係咪動有創意呢？今日喺呢節目當中，突然大家嚟認識紙，嚟認識用把嘢嚟搞呢紙，用人講哦，喺呢客家人寫詩寫體哦，呢紙做咩青菜亂條哦，撈去送去呢石獅天、金獅天，撈去燒燒哦，搬去轉到天堂，因為呢客家人當從事教育，所以按樣應該有來未啦？喺呢今日節目內容有關係。非常歡喜，你邀請到4本書工作室嘅林興義先生。喺節目當中，我哋同大家分享應用幫人搞出屬於自己嘅紙，喺個翻轉大家對紙嘅想象哦。謝謝來歡迎興義老師，先生好。大家好，我是興義，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哇，興義老師你好。今日你講我們要來玩紙，到底搞乜嘅呢？呢下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有隻活動。一定要好好來到大家分享。哇，這個很豐富的資訊哦，來到大家推薦。因為呢，一般大家走的看到，有說紙，還有說字耶。對啊，這是跟客家園區我們合作了一個4堂課的線上課程，然後我們會有2個主題，從上面的是說紙的部分會有2堂課，然後一樣說字的部分也會有2堂課。那紙張的部分是我們會先帶大家先了解一下說客家的紙張，然後再來是我們嘗試做手抄紙，然後再把手抄紙做成一個版畫作品。哦，唐語都豐富誒，而且這個課程呢，大家想講，你還聊口腔吼，唐語要是動好高，你知道嗎？這個大家真的要手刀報名哦，閃閃的報名哦，這個是免費的啊。對。然後就是讓大家體驗這樣的文化跟這樣子的手感美感。對，然後說只不過好像是那個運費的部分要讓大家去，因為我們現在採用線上的課程，那大家會負擔一下那個運費的部分，然後我們會有完整的那個材料包，然後在線上一塊上課。哦，是講如果我們報名以後呢，所有的材料就會寄到我們家裡來。對，然後我們同時時間這個上課的時間，我們就在線上跟着老師一起手做。對。啊，都好高哎！所以你係報名對象是要學生哦，哈，國小了中高年生，冇是係國中高中生哦。分享大家實際攞報名哈，這個有限人數嗎？限人數嗎？好像一個場次是25個名額。所以動標時呢，很快就會額滿哦。對，所以真的要像 Rita 講的，要手刀報名，實在係報名哦哈。你禮拜呢幾隻口腔地圖，我覺得很有趣。有冇講？所以講，你講我嘅時間，你講乜嘅內容？第一是講，你嘅穿台嘅字型哦。既然他們說要說紙，還要說字。因為你的紙，好，然後死紙就是客家話的紙，死是你的字，所以我們要如何說紙呢？是要告訴大家紙張怎麼來的嗎？它可以怎麼樣製作嗎？其實是這樣子。其實大家說到手抄紙，那大家會想到說我們用再生紙再去玩的這個課程，但是其實大家其實沒有注意到說，客家人他們有一種很特殊的一個紙張，其實就是我們以前老人家他們常常會燒的那個金紙，那個金紙的那個狀態，它其實是特別是客家人他們去製作的。所以，對啊，所以我不講，金紙是客家人製作的。對，那它一定是跟那個客家的生活環境有關係。因為客家人他們那時候都是住在那個丘陵比較多，然後所以丘陵邊其實都會有竹子，那所以他們是採用我們砍了竹子之後，然後去製作成那個手抄紙。那竹子的纖維它其實並不像是構樹或者是其他植物的纖維這麼的細緻，然後所以說它做出來的紙張其實特別的粗，然後所以大家應該有印象說，當我們以前在燒金紙的時候，會聞到一個很特殊的味道。因為你燒金紙的紙張的味道跟其他紙張味道其實不太一樣，所以那個味道感覺上就是有一點像是那個植物去散發出來的那一點的那個味道，它的纖維都還保留。對，係講到咧金紙啊，因為想係乜嘅啊，用I啲咧。
再用现在的角度来看，以这样的质感的纸张，我觉得是非常有触感、很有手感的，也有人说很有质感的。对，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就把像这样子的课程，前面其实是先带大家先去了解了，因为客家人的生活关系，然后所以他们做出来的纸特别的不一样，然后所以同样这个课程呢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砍竹子，然后带学生去做这件事情，你帮他们砍好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来体验做纸张的快乐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从原本的材料变成属于我们透过这个材料完成的一张纸。对，可以。哦，我们自己就要来体验走集哦，我们要当蔡伦哦，我们来造纸喽。对，所以说这个课程在里面所搭配的手作课，我们才取名叫做蔡伦没有想到的事情。蔡伦没想到我们现在都这么厉害啊，这么聪明，对不对？哦，特别用一种洛阳纸贵了哈，你要获得一张纸是多么样的珍贵，然后纸很细致，它可以变成很多讯息的载体嘛。但是现在这个纸张其实是好像有不同的意义在上面。对，其实像如果以前我们以书本来讲好了，纸张它其实就是为了要成一本书嘛。那你以书本来讲，它在以前的意义，它如果只是一个资讯的载体的话，那当这个载体改变了，那的确的，好像我们对于纸张或者是书本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就没有那么重大了。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把纸张让它去扣上了文化，然后让它连接到创作的部分。那所以它这件事情，它不单只是载体，它而是会成为说我们人去表达自己的另外一个承载的一个媒材。係呢。所以呢，这个说纸第11月17號，它就会有2个主题的呈现。那11月24號、24號呢，它这个是又不一样，纸糊的故事。对，它其实就是像我刚才其实在前面已经先简单的去说明到了，就是客家人会去砍竹子的这件事情嘛。那这个竹子在什么地方？然后有一个其实是在那个苗栗的地方，然后因为那边都是竹子的关系，然后所以那边大部分的客家人他就是砍竹子去做纸。那他今天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的纸糊的故事，这个纸糊的故事其实指的是当竹子被砍下来之后，它必须要泡在一个大的那个池塘里面，那大到像是一个湖一样。那他们在里面会放了一些石灰，然后只是为了要先去软化那个竹子的纤维，然后之后他们在那边做完了手抄纸之后呢，他们就会沿着纸糊，其实纸糊古道指的其实就是那条产业道路哦。然后他们就会把纸做好以后，把它运送出去的。对，它就运送到竹南的那种金纸加工厂，然后让它成为金纸，然后再贩售出去。然后，可是现在纸糊古道它其实已经变成只是一个大家可以践行的一个道路、一个步道。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像这样子的故事带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以前人在那边生活的样子，你走在里面的感受性，那它也会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不单只是一个过去生活的一个部分，应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然后让参与课堂的小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听完了这个纸糊古道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够去。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在电脑前面，我没有办法去走那条道路。但是那条道路上面它有什么东西存在，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版画，把它创作出来。哇！所以这个版画的创作是我们了解这个纸糊，用一条路也好，我们就把我们的想象变成我们的创作，再把它印出来。对，哇，很厉害！但是这个版画的创作，这个版画我们自己也是在家做吗？对，没错，我们会使用到一个像这样子的教具，那这个教具是会寄到大家家里去的。那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说，这个教具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它是用方格状的。那它在有趣的地方，它不单只是让大家好像我单纯在完成一个作品或者是印一个东西，而是你必须要去体验印好多次。其实我这边有个示范作品，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南瓜，可是实际上这个南瓜它是被拆成3个版。都好高哎。
对啊，所以你不需要做很大很复杂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分好几次做，但是我就要分3次印。哦，把它层层叠叠做上去。对，那我觉得这也是版画里面最有趣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就从一个了解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故事，然后再来尝试做一个版画。那这个版画它有在版画部分的另外一个逻辑，那我们可以体验到2件不同的事情。哇，感觉好，你动学还亲子看下来走，其实小朋友他可以完全独立完成哎，对，而且他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版画，对。而且还可以写上自己的故事，写上自己的故事。如果他可以有办法，我们会透露带大家去了解文字的印刷是什么。但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只有做得出来，他就可以印得上去。哇，感觉好有成就感哦。对，所以你系用纸的方式帮大家来认识哦，你纸到底用那改圣体的色彩。跟哪位呢？就是我们刚说有纸，那就要有字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字的话，特别是 focus 在这个进字亭、进词厅，这是客家人很重视的。对，其实在我一接到这个课程的设计的时候啊，我一看到就说，哎，进字亭，我还上网去查了一下，进字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我就发现说，原来进字亭它其实是从中国传过来的，然后其实很多华人的地方都会有。可是，在台湾很有趣的是，它现在只剩下客家人的村落保留比较多，而且我们很重视哦。我们不是只是让它在那边，很多是还在使用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客家人，我是闽南人嘛，然后所以我就发现说，哎，这可能是跟个性或者是那个传统上面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地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试着去找一些资料，然后就听到了有关于进字亭的那个故事的部分，然后所以就特别像在这次课程里面，我们进字亭的部分其实做了一个口袋进字亭，然后这一堂课是做了一个进字亭小剧场，那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进字亭小剧场的一个迷你版的样。哦，所以大家刚看到是地讲，你地图动到的内容，等下聊一下，你到转来看，进字亭做得有乜嘢變化？做得變是，你自家嚟做進字亭，做得創造自家嘅故事哦。請大家聊一下，其實到轉來，你復起來咧。本日所有好朋友真到復起來咧，如他根本以後咧，大家強下來做蔡倫佢冇想到嘅事情，你來搞紙哦，你講文史老劇種，佢有動情嘅連接，到今呢，藝術創作其實用做得用動到方式來顯現，我想紙是變成一種動好嘅美彩哦。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寫書本工作室嘅林心怡老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先生好。我們剛剛分享到這個進字亭呢，還沒有說完，大家很好奇，怎麼樣可以把進字亭變成在我們的口袋當中，或是我們可以把它的進字亭變成我們自己的進字亭說故事呢？其實像進字亭啊，它的外形像是一個3層蛋糕，然後但是其實不了解進字亭由來的人呢，會以為進字亭看起來很像是一個香爐哦，燒金紙的那個。對，然後所以呢，我們課程上面呢，其實第一個部分就是口袋進字亭，是我們會先介紹就是進字亭的外形，然後呢，我們會製作一個進字亭的花磚，因為其實進字亭本身並沒有貼磚，但是我們希望讓參與課程的孩子對進字亭有更多的想象，然後所以我們會用製作印章的方式，他設計自己的花磚，然後呢，那個每一個進字亭呢，它有不同的外形，然後它是鏤空的，像是一個你把它想象成像是一個信封袋，然後有一個進字亭的形狀樣子在外面，然後它只有線稿，然後它是鏤空的，然後我只要從裡面放了一張自己做的花磚。就變成屬於自己的進字亭，你可以設計自己的花樣。對，然後所以同樣的，裡面的花磚我們可以用抽換的方式，所以你會看到是說不同的建築物的進字亭，然後它搭配上不同的花磚，它的感覺是什麼？還蠻可愛的耶。對啊，韓國人話呢，咪鼓勵所有來參與口腔人，然後做的寫出屬於你自己的劇場。我們既然有自己的這種像小劇場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对，其实我在找那个靳志廷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啊，然后其实我有找到非常多客家人他其实写的这边的那个论文，或者是他想起他小时候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特别的，就是觉得靳志廷的这个故事，当我们在听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我用嘴巴讲给对方听，而是它可以变成像是一个小剧场的方式。好像一个小小的绘本哦。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你看这个小绘本，是我们到时候课程第4堂课的一个部分，是你会发现是小时候老人家都跟我们讲说啊，那个本子啊，你都要好好的收好，不可以丢在地上。对，你这样子不可以踩到，怎么就丢倒？对，然后那是因为以前的人家他们是非常尊敬书本跟文字这件事情的。那有时候你也会听到阿婆带着你，然后走到了靳志廷这边来，他要做什么？他其实是把家里以前那些可能没有在使用的书，他其实是用那种非常虔诚的心情，然后到靳志廷这边把它烧起掉。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书本，它其实想象的，因为这还是一个样而已，所以你们想象它是一个文字，所以那个文字当它被焚烧之后，它是一个被连接出来的，袅袅炊烟。对，它是一个连接出来这样子的状况。那我觉得，当我们现在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然后搭配这个场景，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会跟着在讲的人，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做完这个作品是一个小孩子，他跟你讲故事的时候，他这样子，然后阿婆在走路，我就觉得那感觉很好玩，就好像那个靳志廷的这个文化，这个故事真的进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哇，活灵活现的感觉，所以要当好高分享大家实在是报名哦哈。那线上课程也是有限制人数的哈。那催了报费记得不看本你是走的天然口腔天然线上穷下来分享属于你自家改故事，我觉得很有趣。我很好奇哦，像心怡老师听到你分享这么有热情哦，当初怎么会就一头栽进这个字纸的这个世界？你成立一个小书本工作室呢？对，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然后你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只是用讲话的方式，它好像那个话语，我今天离开现场，那个话语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它变成的是一本书的话，那好像就可以很多人更看到了我，感觉上好像我是一个有点自恋的，你的存在感就会很强。对，可能小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你在寻找那个认同、那个存在感，你可能是透过作品的方式把你自己留下来，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成立了那个工作室。哦，所以那个工作室一开始就是你就会开始做这些纸张啊，开始书写自己的文字啊。对。所以那时候会开始把自己的文字，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画下来，然后当然因为它必须要像是一本书一样嘛，那个存在感才比较强烈，然后所以开始会自己去练习做一些装订的部分。哦，因为呢，我有看呀，心怡老师你在网络上以前接受的采访，最早你在台北的宝藏岩这边啊，然后有做一个有一点像是进驻在那边的，就是艺术家、创作者这样子。然后影片，你的网络上的影片，还有人问说你还在宝藏岩吗？你要记得去回他哦。所以大家你也看到心怡老师底下分享，没看到了口腔。其实这几年呢，心怡老师非常用心哦，再把他的艺术创作进到校园里面做一个教学传承。所以你现在真的是进到校园里面，跟学校专任老师做一个结合，做课程的教学。对，因为其实这几年下来之后，可能对于媒材上面，你要想要自己印，所以你会去学会了签字的部分，然后你也会去涉猎一点点版画，因为你想印图像嘛，然后接着再把它变成是一本书，然后这几年下来之后，对媒材的使用的方式自己比较得心应手了，然后所以我都会说我自己在。宝藏岩的这段时间，它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状态。然后离开了宝藏岩之后，也是因为觉得对于媒材可以稍微掌握了之后呢，教学其实都是这2个时候的切片，然后会特别的再去，因为其实是你知道创作比较不容易照顾自己。创作不一定可以赚得到钱，因为你很现反。但是创作是抒发自己，或是表达自己，或者是在艺术上一个非常好的呈现啦。这个
如何在生活当中，你又可以做你的志业，又可以成为你的事业。对，然后所以在这个创作课程，你切片出了教学这件事情之后，你就开始再去想说，我能不能够把像自己的创作的脉络，它成为是一个教学进到学校里面去，然后你希望这个教学它不再只是媒材上面的操作，就像我们前面谈论的这一系列的客家的课程，你会发现文化在这件事情里面它是被凸显出来的。当然，我也可以让媒材只是媒材。但你有了文化进去之后，它媒材就不会再只是媒材。那所以用像这样子的理念，所以工作室这1、2年其实就是开始会去投案文化部的那个文化体验的教案甄选，然后所以再去思考过后，我觉得我很喜欢文字，然后我也很喜欢印的这件事情，那我就把它变成是一个以印刷开始为导向的课程，然后进到学校里面去。嘿，我就当好教哦，因为你相信你在上大大家走在走嘛，你有看到你是教好去教学，看到孩子的作品，我就觉得非常惊艳。比如说这里就是心怡老师帮我们准备了3个作品，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小脑袋瓜真是太厉害。这个是7年级的孩子，对，7年级的学生。譬如讲，你是讲雾色界暴走玫瑰，也是讲雾色黑爱感日松。黑色的暴走玫瑰，黑色是我的日常。这个同学，他好像有一种 rocker 的精神，或者是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他觉得很强烈的部分。对啊，所以像你看哦，那个黑色的部分，其实是我们用签字的方式，我们让学生用一个盲印，他抽起来就印。他说他不知道他印出了什么东西。那因为我们告诉学生说，你现在在做一首诗。所以，如果只是让文字只是被印出来，那你印的是它是一个随机的，它没有那个文字其实没有跟你产生关联。所以我们要求学生，你要去阐述你印出来的这句话。所以你看他那个手写的部分，就是他对他自己的阐述。所以有了我们带入了一个印刷、一个签字的文化的一个转化，然后加入了学生自己的意念，那这个东西它就被融合在一起了。哇，所以我觉得他抽的怎么那么刚好，黑色。暴走玫瑰，我觉得他是盲抽，对，盲抽，他不知道他抽到了什么，怎么这么刚好？然后他这样子写，我就觉得，好像他也不自觉的，他的诗作在表露他自己。对，动散起，很款。然后这个是他抽到的是粉色是清爽恋爱的，粉色是清爽的恋爱，粉色是清爽的恋爱，我觉得解读很多种，对啊，是清爽的恋爱的也可以，它是清爽的恋爱，然后后面太可爱了，令人停不下想吃的欲望，这个怎么那么可爱？对，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总觉得好像7年级的孩子，好像他们现在都是在玩手机啊或什么，但是你没有想到说，其实文字在我们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的引导的一个方向。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让大人非常的惊艳，因为这东西，对啊，所以他就真的是写了我们说他就是印了一首颜色诗。哇，好棒！我觉得他们非常能够强烈的表达自己。好，第3叫作品嘿，明色是高耸的，他就写山峰，令人高攀不起。哇，这个也是写得很好。对，而且还蛮多想象的空间，放在不同的情境，它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的方式。有动态感，有情感层面。对，所以你也用让孩子可以有点像 DIY 自己手做，又可以表达自己。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说，不管你用怎么样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可以亲自来体验，然后可以表达自己。所以他们在上完这样课程之后，他们的回馈呢？他们的回馈啊，其实应该是这样子说，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他这样的课程，它其实是一个连续5周的一个课程。然后当你去问小孩子你学到了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很大，他大部分都会说，我认识了签字，或者我认识了手抄纸。然后，但是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其实这个需要其实是我们像是一个撒种子的一个状态，告诉他们这个文化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签字现在它就会连接到了。对啊，然后所以我们是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把我们想要传递的东西进到学校里面。
好高，你技術咧教乜嘅呢？等家下聊一下技術當中咧呼吸咧，你聽人聲音老師嘅腳架，你來認識佢哋做嘅事情，你文化教育嘅創新。大家轉到呼吸來咧 ，Rita 基本嘅老大家強下來認識嗬，無論自家寫故事，用到紙行，用版畫、活字印刷等等咧，都方式都好高哦。今日要強調這本書工作室嘅林心怡老師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而且我先生佢講佢當學講話，而且佢當有創意，韓國話，然後佢想嘅事情變成實際嘅行動。再次來歡迎先生，先生好，好，老師你真的很有熱情活力耶。很有實踐力，而且你最近在做一個算是新的計劃，對不對？一個進階版圖像的複製。對，像我們剛才介紹，你們剛剛看那個顏色師啊，它其實是我們着重在於文字的一個表述。然後在這次呢，我們就是做一個圖像的一個部分。然後我們都是同一批的學生，他在7年級的時候上了文字的複製，那8年級就上圖像。那我們期待在9年級的時候，孩子他有能力自己去。印圖印文字，然後變成一本書，然後把自己完整的呈現出來。哇，有安侯啊，請問可以報名嗎？我覺得太棒了。其實經過算是3年哦，不同課程的觸發，對我來講，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觸發。就像老師剛剛講撒種嘛，其實孩子會特別體驗到，不管說紙張的媒材、文字的創造，甚至是自己想法的表達，它其實可以，我覺得可以讓他孩子的生命。看到不同的自己，有不同的視角，对，所以这真的是要被你们选中，我们不能自己报名，就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活动是跟进到国中去，然后跟建成国中做一个配合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进到学校去，像你是妈妈，你会知道说，其实小孩子年纪越大之后，其实学校的那课业其实压力是很大的。那像这样子文化课程进到学校去，其实非常需要学校老师的支持。然后，所以在现场上面，我们创作者常常带的是一些很好的想法进去。那但是跟学校之间是要互相合作的。例如说，老师他们再去对于班级的一个管理，或者是班级氛围的掌握，一定会比我们这个外来的老师进去掌握的更好。那所以我们就会是用共同备课的方式，我们把像这样子，我们有技术嘛，然后我们有新的想法，但是要把它转化成是进到学校里面，学校可以用的课程。哇，所以安拱也算是一个蛮大的团队合作哦。蛮大，就学校比较专业跟学校，它整个在教育上的体制，它要互相结合，才有办法一起完成这样的计划。对，这是真的。所以那个你要懂得看节目，给爸爸妈妈也好，刚有兴趣，想要让这样文化艺术课程进驻到你平常的教学当中，其实还得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啦，也是很难得哦。从心怡老师，你从一流开始，你投入你的创作，你用文字表述你自己，到后来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教师，一位达人职人，你要做一个这样传承的动作。那你有回溯在你生命进入这个领域很重要的3个作品是什么吗？有其实今天有带来3个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怎么开始小本书这件事情。那这一本呢，其实是我第一次画完的一个绘本。那画完绘本之后呢，我就送去给别人做印刷，然后连装订的部分，也都是由别人完成的。然后但是做完之后回来看的时候，觉得它好像不太像林心怡，少了一点什么。对。然后，所以才开始有了你手上的那一本。那本大家看了，有没有讲？因为刚好偷签哈，可能心怡老师少感动，你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纸质啊、好手感啊、呈现的方式啊、色调啊，一定会有很多的要求，对不对？要属于他自己的 style。所以因此的地公，拿到我们这个印刷很精美的，不是不好，但不像你。对不对？所以是因为2本真的是小本书哎，好可爱哦。对啊，所以你看它那个书背的部分是我自己手缝的哦，2本。对，侧面它的书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很迷恋缝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缝进去，就觉得说啊，这才是我要的。哦，还有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是我自己的 logo， 然后是烫下去的。没有，它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签字，所以它其实是让人家做一个黄铜模，然后下去压。哦，所以把它压凹这样子，对，打凹的感觉。很有手感呢。动等一下，这好适合平常就是放在口袋里，口袋书写安用音哈。啊，又和些子拿来款款啊，然后再迷恋一下自己的手工。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是在你很刚开始要摸索探索属于自己的创作的作品。对，好，那好像第二个阶段呢，又来到一段浪漫、特别有情感的故事，对不对？对，其实后来，比如说像你刚才看的那一本，它其实主要是我在练习装订嘛，然后后来开始对于装订这件事情了解了之后，你会觉得装订就是装订，后来开始直接用像这样子的，比如说只是一个线圈装订起来也可以，但是开始很在意的是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图像，那这个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宝藏岩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外国艺术家，然后我们常常会聊天，然后当然他3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他离开之后我就开始有一点沮丧这样子，然后就写这个故事让他带回去，然后这个故事叫做《秋天的小花很快乐》，他就说秋天里面有一个小花，那它呢，每天都很快乐，因为它有一个草皮。那它还有2个水龙头，那一个水龙头会有可乐，一个水龙头会流出那个热巧克力，所以它还有3只很好的毛毛虫可以陪它一直聊天，所以他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朵小花。然后结果有一天，他的小花园里面呢来了一只熊，熊就坐进来了，那他开始就跟那只熊每天一直的聊天。那一只熊也会告诉他从哪里来，比如说那只熊它是从春天里面来，那它有2把椅子，然后呢还有3只会陪它跳舞的鱼，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那其实故事讲到这里之后，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来，那只熊它其实对我而言，它所代表的其实是那个艺术家。那故事到最后呢，其实是那只熊要离开了，所以小花开始不断的问自己说：那他离开了，我还会是那个原来的我吗？那个时候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的确是有点庸人自扰之，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困在某一个情绪里面，你走不出去，你开始去质疑说，是不是我的存在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只要转念了。这件事情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困难，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到最后，小花不断的问自己，她很难过，她到底会不会是一只快乐的小花？如果熊不在了，但是她最后她告诉自己说，世界上有飞机，所以她就不需要再这么的烦恼，因为如果她很想那只熊，她就坐飞机坐到另外一头去，就可以找到那一只熊了。哇，我要说，欣老师你好浪漫哦。你是从这三优也为自己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在对话的过程，透过书写，透过创作，其实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我就觉得很有趣。那我还知道你今天带来第3本书，这本书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你。我们刚刚看到，在刚投入创作阶段，到创作一个很丰富的阶段，到越来越成熟的你。对，它是一个阶段的，然后后来到现在，其实这本书它从文字制版，然后包含了剪字跟排版，都是我自己做的。对，而且连书封它有多样的媒材，对，它就可以，你真的已经可以很随心所欲，用各式各样的东西，只要想到你就可以做出来了。对。哇，好厉害哦！真的，我觉得今天呢，听到欣欣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蛮感动的。那个感动是你除了完成自己、成就自己之外，你也愿意祝福别人。
然后包括你进驻到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太幸福了。也希望我们这样美好的文化、这样的产业可以长长久久，不管是造纸，不管是签字的印刷，不管是我们手做的一些质感的东西，我觉得它都可以成为我们非常棒生活当中的一些美感、一些调剂、一些创意的出口。那最后我要邀请老师跟我念一句客家话。你記唔到？砍髮簡單，繡髮難。砍发简单，绣发难。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花很容易，但是绣花很难。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别人做很容易，但是自己要投入的时候，真的需要花功夫。就好像我们看心怡老师做这些，好漂亮，好可爱哦，但不是一蹴可及，你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哦。那还有绕墙台家记得去报名哦，哈，大家手做的 DIY 哈，只要你上小本书工作室或者上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是做在签的到哦。今日非常感谢心怡老师的分享，希望先生，希望，希望所有的朋友来收看今日的复习来咧，绕墙台家等一下技术听你先生来做运动哦，开始长来聊聊，拜拜，拜拜。喜欢复习来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聽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